充電5分鐘，續航400公里，我都忍唔住要俾個 good 你啊，迪仔！比亞迪有1000伏快充啊！冚家鏟咪玩嘢入公廁，難做嘅嘢又好做啊！呢個時候若果我係阿斌哥的話，我仲唔走死柒就啊！想當年阿斌哥搞換電模式，無疑就一場生死博弈，賭嘅係充電技術同埋電池續航，響短期內唔會有一個較大嘅提升。等佢開好個頭，其他車企跟進入嚟，一齊玩換電，咁樣呢，佢就可以標準化所有嘅電池。佢不但只可以賣車賺錢，佢仲可以通過換電去養住佢咁多嘅換電站。可惜計劃趕唔上變化，充電嘅速度越嚟越快，其他車企亦都唔跟你玩換電。今次真係屙撚炒粉啦！好，我直接講重點。換電站嘅優勢係在於速度快，但係如果阿迪仔1000伏快充技術廣泛應用，能夠喺極短時間內完成充電，咁樣搞作，用戶選擇去換電嘅意願就會大幅降低。畢竟唔係所有車主都願意將自己嘅新電池換咗俾人哋，所以快充樁更適合中國 BB 體質。另外，換電站嘅建設成本高，場地租金、購買設備到日常維護都需要巨額嘅資金投入。第3代換電站嘅建設成本大概係300萬一個。阿迪仔嘅兆雅級充電樁可以通過智能升壓技術改造現有嘅充電樁，基建成本遠遠低於換電站。而且阿迪仔仲計劃同中石化合作，只要有加油站嘅地方就有閃充站，通過儲能櫃加錯峰充電嚟緩解電網壓力。換電站需要儲備大量嘅電池包，仲需要人工去維護，運營成本高，想賺錢都難。一個換電站每日最起碼要做60單先至唔使蝕本。但係目前日均先至係做緊30零單，隨住超充嘅普及，換電站嘅使用率可能仲會進一步下跌。響我之前嘅視頻亦都講過，換電模式遲早都係死路一條。響不久嘅將來，換電站就可能會消失響呢個星球上邊。當然，燃油車嘅處境亦都不容樂觀。燃油車最後一條救命稻草就係寶能優勢。當電車冇續航焦慮，充電同加油一樣快嘅時候，你會點揀？評論區講俾佢聽。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係